對於精神病，藥物治療係相當重要㗎，因為如果冇固定嘅食藥，佢會出現嘅症狀係幾嚴重嘅，例如被害妄想、幻聽、幻覺等等，都得唔到控制。所有康復方法都好難發揮功效㗎。除咗用藥物控制、自我調整、心理輔導、關心關愛、信仰生活都好重要。傳統嘅人都對精神病嘅藥有所誤解，覺得食藥會上癮，食藥會令病人變得痴呆，甚至會縮短壽命。其實依家啲藥已經係第三代藥物，副作用真係冇咁大嘅。當然，開始食藥嘅時，的確會有明顯嘅副作用，例如反應比較慢、冇乜力同會眼瞓。但隨着食藥時間長咗，身體會慢慢適應，唔好對藥物有抗拒嘅心理，要堅持食藥，至會有穩定嘅康復效果㗎。要分清楚精神病嘅藥同安眠藥嘅區別。安眠藥的確會上癮，盡量喺需要時至食。但其他治療精神病嘅藥，例如治療精神分裂、抑鬱症，一定要按時服食㗎。並且在症狀消失之後，都要定時食藥，因為一旦復發都會更加嚴重㗎。千祈就唔好擅自停藥。